风台虽然讲无直接对咱台湾来，不过南部的乡亲农友就惊讲心现乌有气，透早就到果子园，有这个落来的农用这个棍仔加强树身，同时要抢收。还有这个油啊，种油啊，农友呢嘛唔敢大意，加派日咧赶紧抢收。这抢收落来，这油呢一直装箱，高雄的菜农这是呢将收成的叶菜类送到农会，虽然讲目前无造成灾害损失，价钱嘛算是平稳。不过农会表示讲，若是风雨愈来愈大，会启动相关的机制来应用。虽然风真透，农民也是一透早就出门。用风吹的时候比较不会摇晃。用棍仔顶顶的物件，甲树啊挺咧，嘛注意室外的天气。不是那么耐摇的东西，如果再加上它又重，然后又摇晃的话，就要损失。7到11月是可来的采收期，不过就惊受风台轩兰诺影响，心血会落了，所以甲风台措施做好以外，嘛先甲好的可来啊收来，油啊农嘛同款，唔敢大意。风啊神，它容易掉果，但它现在还没有成熟啊，熟度还不够。尽量就是后门蛋甲白油甲糯米啊。除了固定以外，嘛甲大粒油啊用套啊包起来。不过风一直咧吹，有当时啊，也是会互风的微粒吹甲放进去。内部人员真无闲，赶紧分类地伫箱仔内底。虽然目前台南地区文旦已经收9成，不过白油啊才拄要采收，就拄着风台，油啊农只好全力备战。另外，伫边仔的高雄之关，一透早有真侪农民去田行采收，各种叶菜类，刷来就送去农会内底，甲汤车菜、油菜等等，一箱啊一箱都要好来保存。伫迄个风台进前来，因有加采收啊，跟往常一样哈，维持在2-3公吨，价格都跟那个台北的果菜市场的价格的均价都差不多。适度的我们会开放我们的滚动式仓储来给市场使用这样子。虽然目前南部地区也未落雨，不过也是要注意风台威力，农民嘛拢真注意，唔敢放松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